别生气。你闭嘴！这事儿要不是你，也不能闹这么大。姐，姐姐，你来看小妹也不至于这么劳师动众吧？你看小妹家破败，怕招待不起这么多人呢。不用招待，他们还等着招待你呢。这位就是二夫人吧？正是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您就是原来雪影姐姐的贴身丫鬟二女吧？您看，这变化这么大，我一时半会儿没看出来。二夫人莫怪呀。你，二女，不用多说。今天来没别的，就是想起了一句古话。什么话呀？姐姐请赐教。欠债还钱。原来是为了我们家债务的事儿啊！姐姐，您上次不是说好了，暂缓1年吗？我的上次我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，可如今呢，我再也见不着我的孩子了，今非昔比啊，妹妹。姐姐这话，这好像是把小产的事儿怪在妹妹头上了。就是因为你，姐姐才动气小产的。今天啊，本姑娘就是要来讨个公道。二女，一码归一码，今天来就是要债的。对，就是要债。没钱的话，就拆了你这个院子来抵债。这，姐姐啊，你这不是要逼死人吗？妹妹说的哪里话？你欠钱，我要债，天经地义。就算是告到官府，我也占着道理，不是？你说对不对啊，妹妹？还不动手！二娘子，你傻站着干什么？拆房子都不会了？我保护夫人、二夫人，不会拆房子。我会，我们会，我们能拆。动手，我们拆。姐，你怎么办啊？姐，你管管呀，姐。哎，小侯爷啊，这到了，就这。小侯爷啊，这就是云家的宅子。年前一场大火呀，烧的是面目全非呀。可是云家的姑娘是利落的人，这不是稍加修整，跟新的一样了。我去看看。哎，小侯爷门开着呢，有人吗？你管管呀，怎么办呀？都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你干嘛呢？啊！我平时干活怎么没看你这么有劲儿呢？啊！夫人，别闹了，跟我回家啊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我何错之有？对，要债没错，但是逼债就不对了。我哪逼债了呀？我好意替他们找了买主买他们家地，替云家还债，可他们呢？不就是地吗？眼不见为净，我赔给你。把地契拿来。痛快！笔纸，签字画押。站住！给我拿回来！别让我说第2遍。姐，这是咱家地契呀。欠债还钱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别说是地契了，就算是要了姐这条命，他们要该给也得给。姐，咱不卖地契，你求求我家哥哥，看看还有什么法。住口！云家虽然破败，但钱财散尽，脸还在呀。你们是云家的男丁啊，继后当家的，怎么能说出这种没志气的话呢？来，乖。地契虽然没了，但姐姐还在呀，不用担心啊。姐，这地是咱云家最后的产业了，这不是叫地契，这是叫命啊！姐，我们兄弟虽然不懂事儿，
但也知道云家破败后，要不是您一手撑着这个家，我们兄弟2人早就不知道被卖到哪儿去了。都是姐不好，是姐太笨了，姐对不起你们，姐没有照顾好你们，姐对不起3爹3娘啊！姐，不是这么说的，谁家没几个兄弟姐妹？可谁家的兄弟姐妹都有爹有娘，唯独我兄弟俩，就你这么一个当姐的。坐堂上，您就是爹娘。云家一把火烧成白地的时候，谁能料到咱家还有翻身的机会？是您没日没夜、起早贪黑的操持，才维持的这个家。每次说到这儿，您都是笑，冲我兄弟俩笑，冲下人笑，冲王家夫人笑。乡亲们都知道您爱笑，脾性好。可谁知道这些年您辛苦？谁又知道他王家一句话，鸡蛋太多要降价的话，您就蹲在鸡舍边哭了1宿。哪只鸡您不认识？一只接一只的杀，杀完抹泪，转身又是笑，笑给谁看呢？笑得我兄弟俩偷偷哭了1宿，割得人心里都是口子。那是您只当我俩小，其实早就明理了，装不知道罢了。别说了，其实这事儿不赖他们王家，要不是王家哥哥不嫌弃咱们的话，硬是借给咱们钱，就咱们姐弟3个还不知道身在何处呢。可如今他们要收咱家的地呀！云家不容易，我知道，庄子上的乡亲们也都知道。可咱们既然坐在台面上，就要说台面上的话，不是？你闭嘴！陈君阳，你到底闹够了没有？我知道是因为孩子的事儿，你这几天表面上一点事儿都没有，但是你心里憋得慌。但是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这么逼人家，你就开心了吗？啊，孩子就能回来了？云姑娘，今天是我们王家失礼了，从今以后啊，这地契的事儿不会再提。还有，明年的鸡蛋一定不会降价。走，走，走了。姐，人走了，真走了，都走了，再哭会儿吧，迎姐姐进站。真走了，姐，要不咱歇会儿再哭？哎，这哭得我一身汗。我早料到胡丈房这一走啊，肯定会有这么一出，早料到了。哎，你们俩刚才演的还真好呀！刚才那出哪儿学的？姐姐还没教过你们呢。姐，这是心里话，我和二哥私下里说的，怕你伤心，从没告诉过你。姐，这就回家啦。夫人，这口气就这么咽下去了。怎么好像是我错了一样？又不是我带人来的。夫人，二夫人，您回来了。那个云家，小侯爷，您回来了。这俩还管事儿吗？那撂银角，那差眼谋，这俩功夫空前绝了个后来。特别是那撂银角，360度转圈无死角，大唐1等1的高手。什么他妈高手？跟拆迁办似的啊！我看以后真要绝后。哎，不是侯爷，那个侯爷，上上侯爷，不是，您有何吩咐？你
干什么去？我问问那云家的情况啊。大门擦了没有啊？擦了，倍儿亮，您看看。那你就在这等着，等什么呀？等风啊！等风干什么呀？啊，风来了刮土，土刮起来门脏了，你得接着擦。不是叔，这天儿挺冷的，叔。哎，叔，我招谁惹谁了我？夫君，夫人也是不甘心，想出口恶气。你别生气。你闭嘴！这事儿要不是你，也不能闹这么大。夫人是去找茬打架、撒泼耍横，你呢？你起轰家秧子，唯恐天下不乱。憋回去。终于逃过一劫，夫人，对不起了。夫君没必要跟小孩子撒气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丢了咱们侯府的人。夫人，这几日大家心里都不好受，你心里堵得慌，想找个人撒气，这我都能理解。但是你就算是把云家拆了、烧了，又能怎么样？该发生的事儿已经发生了，你心里就痛快了吗？夫君，夫人小产，只要身体不大碍、健健康康的，咱们再想要孩子，随时都能有。就算是你想要生个粗剧队，咱们都能行。可是你要是真是心里落下病了，这可真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得好的。夫君的话雪也明白，刚刚在云家我已经想得很清楚，这几日确实走火入魔，只要夫君不弃，雪影一定再接再厉，替王家传后。你说的什么话呀？我还能嫌弃你？这怎么跟哪儿还学会表忠心了？夫人啊，只要咱们心态好，以后孩子咱们想要就还能有啊。哎呀，还流点眼泪，护着。咱以后